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讲，俄罗斯入侵到乌克兰，乌克兰已经有超过50万的百姓走离开乌克兰来逃命，其中有一半以上拢是走到隔壁国波兰。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嘛来表示，这场的战争已经造成至少100个人死亡，其中嘛包括儿童。这波的逃难潮，上界主要是妇女甲囡仔。虽然天气真寒，因也是搬山过岭，穿过边境。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有一寡出世无偌久的新生儿甲病童，因为身体状况无好，无法度走，只好是吊着大重的美丽病院的地下室，实在是真心酸。慢慢地下室摆几排床珠啊，这是乌克兰的基辅上大的儿童病院。真侪红影甲病患，因为镜头伤重，也是状况无好，走袂去，只好伫黑暗的地下室觅空心。其中嘛包括血癌的病童甲因的家属。Мы получаем все препараты, которые нам нужны. У нас уж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еда. Сегодня нам обещали подвести там наши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й фонд, таблеточки. И мы ждем, что все время бомбят и воздушную тревогу включают, и нам нужно спускаться. 虽然这间病院并无被攻击，不过呢真艰难，不得不降低使用人数，而且都要治疗和空袭炸着上囡仔。 We have a lot of patients. We cannot move them to another hospital. It's very hard. Some patients we move to west of Ukraine. 有走出去的人虽然远离战火，不过伫逃难路上嘛是千辛万苦。真侪难民伫落雪气候中，经过边界等待波兰的巴士，甲亲戚朋友失散的人有够侪。有人伫波兰边界甲亲人重逢时，南入口，这个住伫德国的乌克兰人，经过这一天的等待，总算甲囡仔重逢啊。 3 дні на них, а они 4 дні ехали на цесте, всем через границы. 有真侪热心的志工来斗相共，除了伫边界提供物资甲急救站，也有志工甲亲人千里迢迢为德国的法兰克福塞车到波兰的边境，希望讲会使帮助这些难民。 Wir würden gerne, wir haben Lebensmittel abgegeben, Hilfsmittel, und wir würden gerne jemanden mitnehmen in die Region Frankfurt. 看到乌克兰人的遭遇，互人鼻头会酸。不过伫逃难的过程中，嘛看到真侪人性温暖的一面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